怎的话你通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当命梦醒过，这日梦醒过，对我讲的是大人。是心我最后的盼望。少年郎，孩子的胆，就怎落泪你通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当我梦醒过，这日梦醒过，对我讲你是怎人？是心我最后的盼望。就算我你通大声，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当我梦醒过，这日梦醒过，对我讲我是怎人？是心我最后的盼望。